端午节这个假期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大家出入都平安。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谢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端午假期，很多弟兄姐妹，大家无论是旅游探亲，无论各样的这一个行程，都有神特别的保守，让我们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快乐的恩典的主日。以及假期，愿神的恩典也跟我们同在，我们能够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主跟前，享受神的祝福，以及领受神话语的教导。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你的喂养，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分享这个带来恩典梦想系列，我们的第4讲了。第4讲我们稍微做一点小小的复习，我们等一下经文可以再做复习，我们就跳过来哈。那我们在几个礼拜前，4月27号，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叫做在信心中孕育梦想。在信心中孕育梦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这个梦想是从神而来的，起先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梦想的能力。就是有那种从神而来一种启发、启示、感动。那这个梦想的能力是人类特别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一般的动物，他们的梦想就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特别我们在看一些这个星球频道那一些频道，看到他们为了生存，可能可以一天跑了好几百公里，一直跑，就为了让它存活下来。但是人不只是希望存活，他更希望能够在他的有限的生命当中建造一个不可能，但是一个伟大的梦，这是很奇妙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一讲当中学习到说，人类因为有梦想，但是因为罪也受到捆绑，有很多绝望的事情，有很多这个心理上无法克服的事，但是耶稣基督来背负了世人的绝望，他用他的宝血来克服。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会在信心里面孕育梦想，这是我们第1讲所分享的。第2讲是勇敢梦想，上帝动工。这个主题是特别提到说，神在我们身上所立下的旨意，他会预备又大又难的事，但是我们因为软弱，就会学会交托，让我们的软弱彰显上帝的大能。那第3个是，上帝最大的梦想是透过耶稣基督赐下救恩。于是神对人类的最大梦想就是带来救恩，带来人类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死亡的权势，能够得到救恩。也因为这样，人有神所赐的这个梦想，但这个梦想是有意义的，是有创造性的思考的，不是平平白白随随便便的一个想法念头，而是有一个背景的，有神特别祝福的。那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呢，富强教会在这10几年来经历这个神给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恩典，那明年又要迎接50几年了。那这些如果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只是一个不得不做，但是也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你就会觉得神给你的意向就是这样子。但是神给我们不只是建造一个强盛得恩典的教会，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众教会的教会，能够将自己神所赐的恩典跟产业分享更多的教会，大家彼此共荣，大家彼此都成长的这个意向。那这个意向我们有想，但是要去执行，所以上帝就赐下创造性的思考给我们。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进展通常都跟这个创造性的思考有关。我们曾经提到典型的，像莱特他们就是发明飞机他们就是看到那个飞鸟，它从离地怎么飞上去，他就灵感想到说，怎么样让飞鸟的飞翔也能够成为我们用飞机然后飞到天空上。因为有这样的很奇特的梦想，但是他一直努力去把它成就，所以神就给他
这样的创意性的思考。很多科学的发明也都这样子。世界的文明如果没有这种创意性的思考，人类文明可能还是停留在我们说茹毛饮血的阶段。但人有智慧去挑战，这是远大梦想从神这还是远大梦想从神而来。我们说这个梦想，我们请切记这个远大梦想，而不是一个白日梦。上帝的梦想跟人的梦想是有差异的。人有自己的需求，人有自己的一个欲望，人有世界上的权势的追求，这不是上帝的梦想。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要追随主所示的梦想。神的梦想一个轨道，一个方向，然后带着顺服和信心往前行。所以今天我们跟着这个思考，我们来一起分享第4个这个段落，就是跟着梦想成就的路走，跟着梦想的路走。那既然有梦想的路，就是它有一个轨迹，一个图画。那基督徒，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了。这个梦想不是自己平白无故突然跑出来，而是经由恳求祷告神所赐下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描绘梦想的仰望法则，意思是说，这个梦当然就是还没有实现啊，那你怎么样去看见神给你的智慧，看见神给你的图画，那就是非常重要。好，我们如果孕育上帝所赐的梦想，就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努力，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它完成。循着上帝成就的梦想，一个路线图。这个路线图，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不是一条异路，不是一个平平坦坦，很像高速公路一样，一路畅通，或是高铁都没有阻挡就到了。那不是神所规划的路线。这个路线是什么呢？我们必要用仰望的法则来成就上帝所示的梦想。所以，意象跟异梦，我们都知道那是看不见的，而且不着边际耶。人家看起来是空虚猛凶的，但是上帝使用人世上行不通的管道来工作。换句话说，神所做的一定是超乎你的想象。那这样才是神奇妙的成就啊！所以一般人的想法跟逻辑无法彰显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从信仰上理解的。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第3度空间跟第4度空间的差异。基督徒如果没有去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理解那个人的眼光角度肉眼看不见的，那就不算是信仰。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因为人家会用很多的科学验证去阻挡你，或是甚至去挑战你。所以，我们仰望神所示的意象、梦想，你要先有一个仰望的法则，就是还没看见，你认为它已经成就了。上帝所示的意象跟梦想，你在心中已经成型了，那就有一点类似走在前头啊，还没有看见连一点影儿都没有，你已经看见它的存在了。所以基督徒有这3个程序去仰望神所示的梦想。第一个就是仰望的第一法则，看见梦想梦想就是看不见但是你看得见这个才是奇妙。而且这个看见是带有神的恩典跟祝福的。我们可以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帝先让亚伯拉罕看见，亚伯拉罕孤身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来到新的天地，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跟他说：“你看见，然后要给他拥有。”我们看创世纪13章14到15节这个是应该是台语的。在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向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到永远，这样子。那这很奇妙的是，因为神先让他看见东西南北观看，看见赐给，那就是神的
做事的方法，而不是神说带到一个地方说，哎，我都预备好了，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动物有地，一切都帮你预备好了。没有一块空旷，东西南北一看，只有看到什么？看到星星，看到地上的沙，跟他所愿望的差距那么大。但是有信心的人，这个信仰之父亚伯兰他看见了，而且他拥有了，这个是我们奇妙的法则。另外一个经历仰望法则的就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因为跟他的哥哥因为冲突了嘛，他骗了哥哥所以他就逃离他的故乡，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他拉班看起来是有照顾这个外甥，但是心中还是私心很大。他还要把他当成一个这个长期的长工了让他自己养自己的羊群照顾得很棒很好。但是后来拉班跟他讲说，如果你想得到你所得到的，我这边养的羊群呢，有白羊有黑羊，但是只要生出有斑点的羊，那我就让你当你的财产。这下麻烦了，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像我们台湾种水果啦、养鱼啦，一大堆那么好的那个基因的改变，或者是说养殖的那个技术。但是这个是第一代看见有人竟然用这种方法配种，然后生出一大堆有斑点的，那真的很奇妙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了那雅各他怎么样让他舅舅的羊能生出有斑点？他说，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这个母猪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那这个真的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育种，很厉害种那个什么那个很多水果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它有办法让它养育出来。那个鱼类，我们台湾有办法培育出从来没有办法在养殖鱼池里面生出来的。这一个雅各竟然当时就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感谢主，他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最后他带了大量的羊群，有斑点的羊群离开了。第二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感觉他那个梦想。第二看见第二是感觉，就是用情感去感受到这个梦想的实现，很像已经实现了去感受。为了让梦想成真，你去感受到这个梦想已经来了。我们看到怎么样去感受呢？是你对这件事情有感动，甚至在祷告的时候深刻的经历到神的祝福，甚至流出眼泪，那个感动，那个梦想就慢慢会成型了。如果只是存在于脑筋的思考还不够，是有真正神的恩典。这个梦不是一个白日梦，这个梦是好像已经拥有了，这个是一种感觉的梦想。第三个就是想象梦想，就是把它绘成图画，透过创造性的影响力、想象力来扩张我们的梦想。在上帝所发出的想象中是有能力的，因为那个想象不是我说人为的随便胡思乱想，而是神在你的这个愿景当中、你的想象当中成型的。这个是听起来很像天马行空，但是我们看雅各，我们看亚伯拉罕，他们是经历到这个从无到有的成型的过程。也许你是一个科学研究者，你一定能理解说，一个完全没有实现的一个念头或是一个思考，竟然能够在你身上来成型出来。你的创业、你的工作、你的很多的职业
因为有这样的创意性的思考，你把它不可能呈现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先从你的思考当中、你的思想当中来成型。但是，刚刚我们讲说，神给他们画了一条图画、一条路线、一个方向，但是神往往不会将一路平坦给你，因为神要历练一位能够担当大任的人，他会用苦难，他会让人家经历苦难，但是苦难是决定梦想的规模。一个小小的苦难就小小的成就，但是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磨难、很多的挑战，神要在你身上得到更大的成就。所以，上帝是梦想，也同时加上苦难的标签，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或是一个非常很难去取舍的。你不想接受苦难，又想成就大梦想，那等于有一点类似你是相冲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所出现的梦想家，他们都没有例外，经历过苦难的路程。我们好像感受到苦难好像一个隧道一样。我们南部呢有没有到屏东的时候会经历一个隧道，很长的隧道，你都会发现说，哇，这个开车有人有幽闭恐惧症，要觉得说什么时候能够开出来，要觉得很紧张哈。那中北部就更不用讲，我们那个雪山隧道台湾最长的隧道。好，这个隧道它的意思是说，好像苦难就隧道越长越深，弯度越多，你感觉没有出路。但是神也这样子标定我们梦想的规模这个是很冲突的事，但是也是神奇妙的安排。所以没有遇到试炼，未必值得高兴，因为好像平淡无奇。你没有经过操练，你就没有经历到那一个成长的喜悦。所以反而我们在没有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切实反省属灵的生活，更努力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并积极去面对。或者就是说，当一个心态正确的，当一个要领受神祝福的，你必须要有个心理准备说，一切挑战跟磨难我会碰到，但是我不怕，因为有神同在，超越这些苦难。我们不是常听到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典的话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哇，这些话我们都会背但是你会发现说，一个遇到更多挑战跟磨难的人，他也同样能够承受更多的责任。你在生活上、你的工作上、你的学业上、你的家庭，都同样这样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理解是，苦难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你怎么样去从苦难中尝出那个甜的滋味，尝出那个成长的喜悦，尝出你勇敢克服的力量。所以苦难是拥有梦想之人身上的标签。所以一旦这个标签在你身上，表示你是被神所看重的，这个梦想的器皿在不知不觉中就越来越被扩张了。这是神给我们奇妙的智慧恩典。有一部电视剧在描述说，人在苦难生活当中，他的长辈怎么样勉励他的孩子有一段很有趣的话这个话成为他这个戏剧当中一直在面对磨难的时候，给他心里中一个安慰跟鼓励。就是因为阿嬷给他孙子讲的，他这样说：天底下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多大的苦你要吃，多大的罪你要受，只要你能吃苦受罪，好日子一定能过得上。我们知道说，人类的生活常会遇到很多苦难，比如说饥饿啦，或是天灾啦，一切磨难几乎无法生存。但是人从这边走过的时候，就像这段话所讲的，有享不了的福，意思是说有些福气你不一定享得到，但是没有遭不了的罪，这个是中国的话意思是说，
你遇到的苦难绝对你承受得了，只要你勇敢的面对。再大的苦，再多的罪，你是受得了，你就能过好日子。牧师在参与一个男人是勇士的课程那有一课他就专门在讲说男士他怎么样被神所雕琢遇到苦难。他这样一段诗这样说：当上帝要建造一个男人，要提升一个男人，上帝要塑造一个男人，他是要造出让世界惊叹一个大能刚强的男人。注意他的方法，注意他的步骤，他如何锤炼他、击打他，用巨大的风浪改变他，用各样的患难来塑造他。只有上帝能体会那颗煎熬流泪的心和尽力想能吸口气的他。还有，上帝会折弯，但不会折断，用美好的心意建造他，他会使用他所拣选的，上帝会透过他来彰显他的荣美。弟兄姐妹，这是一段诗歌，也是在描述说，神要建造一个坚强勇敢的男人，他必须要给他折弯，但是不折断。弟兄姐妹，是不是有感受到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遇到的苦难，不是因为你拍稳啦，你不是给人家走冤枉路了，是神特别在你身上所立下美好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呢一个典型的故事，而且非常长的故事，就是约瑟。这个约瑟呢，他面对他的哥哥，原先是个无忧无虑、好玩的小孩，但是因为他的父亲给他一件彩衣，然后他又做了梦。做梦是小孩子难免会碰到的，但是他不做梦还好，一开始做梦苦难就来了。所以到底要不要做梦，是很奇妙很奇妙，因为梦想总是伴随着苦难而来。那雅各他有12个儿子，上帝只是梦想给约瑟。那问题是在于说糟糕，这个约瑟他怎么样看到这个梦？他很单纯，就是将这个梦境呢告诉他的哥哥，然后他这样跟他们说：“他说我在田里在捆这个禾架的时候，我的捆起来，我的捆是站着的。那你们是哥哥，你们的捆是围着我在拜我。那这个一个梦境，但是哥哥很在意耶。为什么你的禾捆是站着，我们要跟你拜呢？哇，种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在。然后这个是神给约瑟的梦，所以这个梦是有延续性的，有延续会重复出现。所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更清楚了。他将梦境告诉他的兄长说：“看呐，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向我下拜。”哇，看来很矛盾。约瑟一接受异梦，苦难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也许认为说，我们被神拣选，不是神给我一个铺路吗？把路所有的阻挡都推开了吗？他是异梦的人，应该马上生活在猛虎当中啊！结果不是约瑟一讲出他的梦，就开始被卖为奴，开始经历一段苦难的岁月。因为约瑟讲出他的梦，嫉妒跟愤怒满溢在他的兄长的心里面，所以梦一讲出来，他的苦难就开始了。他被卖到埃及为奴，所以他们认为说，你既然做这个梦，我就把你的梦消灭，把你丢到埃及去，看你这个梦还能不能做。换句话说，他是抵挡弟弟的梦，但是他不知道他们在抵挡上帝的梦。这个梦，我们后续的故事我们就不详细讲了。但是一个关键点是，约瑟没有把这个梦熄灭掉，这个梦的种子一直在他心里面，所以他预备了强大的信心、盼望跟忍耐，在预备。被卖为奴，
在他的主人波提乏家遇到苦难，然后被关到监狱里面，一步一步没有省掉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艘就是一列苦难的列车，一直走一直走，没想到好像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也许约瑟退一步，跟他的哥哥讲说：“对不起啦，我小孩子不懂事啦，原谅我，那就没事了。”但是约瑟梦想成真，是因为他被卖到埃及，然后一步一步呈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走在约瑟的前半生都是一路苦难，但重点是约瑟他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了，自我毁灭没有。所以他因为在狱中百般的忍耐，他后来才能成为埃及的宰相，而且能够救埃及人脱离那个饥荒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约瑟他的梦就伴随着他的苦难，也因为他的坚强的信心、忍耐，然后对神的信心，然后就走过这些苦难。这些苦难成为后来他能够成就大事的滋养。所以我们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就发现说神给我们所栽种的是美好跟祝福。这就是我们看到诗篇107篇28到30节所说的。他说，在苦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救他们脱离祸患，他使风暴停息，浪涛静止，因为他们风平浪静而欢喜，把他们领到所要去的安全港。神往往是让他们在风涛骇浪当中，因为祷告祈求没有离开，神就带领他们到安全港。感谢主，我们也看见经文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一段话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他说，所以那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难的人，应该不断的以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那始终信实的创造主。这个经文是很有属灵意味，或是很有哲学思考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受苦，换句话说，你的受苦不是平白无故的，不是无谓的，但是你受苦的当中，你一定会很大的挑战嘛，想要放弃嘛，想要埋怨嘛。但他说，你仍然用好行为来表示。这个好行为，有的原文的解释是说，你仍然走向正确的选择了，走在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埋怨神，或是意气用事，或是自暴自弃，或是甘愿放弃，然后将这个来交托给信实的造物主，神就要为你来成就。好，所以上帝允许苦难跟艰难的时刻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那个无谓的，是因为他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成熟，要帮助我们成长。当我们愿意带着伤痛到他面前的时候，而且还能够行出正确的事，这个过程这个恩典才会继续发生。那是很奇妙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苦难、挑战、磨难当中，你仍然选择正确的路、仰望的路、跟随的路，然后这个过程就在你身上产生奇妙的改变。那苦难会跟随，我们不要太紧张害怕，因为神会差派天使，神会让很多的事情让你化险为夷，只看你有没有信心。就像约瑟，一关过一关，他如果没有信心，老早就毁灭掉了。所以接下来的苦难还伴随着你要忍耐等候。神给我们的梦想，这个图画不是一下子就跑到了，很轻省，不是。有时候梦想要成熟，你要会忍耐等候。所以梦想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面，你是要用耐心去等候实现。特别是当我们经历到艰辛的苦难之夜，更需要忍受这个种子放下去，就像农夫呢，他种下水果啦，或是稻米啦，他必须要忍耐等候它，因为
他的时间还没到，你不能着急，你不能紧张。这个忍耐的故事在日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日本战国时代的故事，它具体描述说，不同的忍耐方式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这小故事可能如果喜欢去日本旅游，你都听得到。就日本在战国时代有3个非常重要的领袖将军等于是这3个人慢慢把整个日本，因为日本在进入现代的国家之前是军阀割据的，好像部落大家彼此不相往来，甚至征战的。但是这3个将军陆续把整个日本统一起来，后来才进入到明治维新，等于现代的日本的国家才成型的。然后这3个将领呢，他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到底是人家编的，根据他们的个性编的，还是说真的有这个故事，也不可考了但是就说有很趣味的小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有人向这3位将军，因为他们是陆陆续续嘛都是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问说，如果杜鹃不啼叫，请问将军你用什么方法让它叫？这样子就问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然后这3个将军他们的回答都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就是织田信长，织田信长就是说，他说杜鹃不叫我就杀了他，意思说绝对不能逃过我的掌控，不叫就杀掉那是他的个性。他这个个性呢，也造成了他后续的结果了。他说，这个冷酷无情闻名的织田信长，他的个性，他攻城略地，但是等他要统一日本的时候呢，被他残酷欺压的部下就忍受不了他的一种高压的领导，就发动叛变。织田信长在弥平这个叛乱没办法，力量不够了，到最后他自杀，结束了生命，根本没有机会去领导一个统一的日本。第2位丰臣秀吉，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杜鹃不叫，我想办法让它叫，就是用尽各种办法要刺激这只杜鹃来叫。那他显示什么个性呢？他后来有真的统一日本，有统一，但是他好大喜功呢，他不择手段，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对他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他曾经在他掌握的力量当中，还到韩国去征战，然后伤害很多人。那因为他这种强硬的个性，不断的操劳，最后呢，他好不容易要统一日本了，但是因为操劳过重，最后病死了，所以他就没有享受任何荣耀，以前就离开人间了。好了，他有能力，他有很大的决断力、战功，但是没有办法享受。然后是这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他在很多日本的长河剧日本的那个历史剧，这个人绝对大家耳熟能详。这个德川家康呢，他怎么回答？他说：“杜鹃不叫，我就耐心的等它叫。”好，这样的个性，他怎么样领导这个日本呢？他统一日本之后，因为前面的人就可能战功很强，但是就没命了嘛。他后来他是忍耐到最后。原先德川家康是前面那2位这个大将军的部下就是被欺负的一个嘞，但他忍得下来，最后他成功了，因为他这样子的个性，他确立了日本很多封建制度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他懂得等待时机，成就超乎了前面那2位将军好，所以梦想可能很具体，或是你的梦想非常的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因为你不愿意忍耐，可能就功亏一篑。中国的智慧有这样说，老子这本经书里面第60章讲了一句话，他说：“千里之行，属于足下。”你要走千里，
总是要从第一步开始走啊。台湾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大家绕环岛，对不对？或是从北台湾走到最后一段，你要开始规划你的行程，你要一步一步来。李斯的一个建筑课书里面讲了一段话，大家也很熟悉。他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泰山跟河海是因为他们雍容大度，足够容纳水跟土，所以他们就成为高山，他们成为深海。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每一个阶段，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你想一次完成，有时候会有副作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托付你更大的。所以，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忍耐，坚持到底，不退后。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希伯来书10章跟我们这样说：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赏。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你们必须忍耐，等候忍耐。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显现的。这是原来的经文哈，我们就跳过来。那最后我们一起学习是：有苦难不要害怕，因为有神同在。你不会很急躁，用忍耐来等候，但是用什么？就是用祷告让梦想来实现。我们之前呢，我们唱了一首台语的诗歌。这诗歌有一句话，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到底是这个有没有不对？他说：“我祷告来摇动你的手，摇动神的手。”我们会被误会说：“哇，你那么厉害，你可以把神的手摇动啊！”每一次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有听过哦？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其实这个是一种意向式的祷告，就是说，当我们用恳切的祷告，有力量去让神动工了。所以，祷告是摇动神全能的手的方法。神的手不但有改变命运的能力，而且可以改变历史。所以，基督徒，你祷告如果没有在你的身上，你要让这个梦想成就，刚好差到那一步。你有远大的梦想，你经历了苦难，你用忍耐去面对，但是你没有祷告，其实这个是连带性的。你如果没有祷告，也许苦难就老早被淹没了，被苦难淹没了。你没有祷告祈求，也许你的忍耐到最后是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基督徒呢，用祷告来让神的梦想成就。我们不是为环境来悲叹，而是持续向这位改变环境和命运的神祷告。所以不退后，迫切祷告，神就会伸出他的手，让神迹的发生。弟兄姐妹，祷告不仅是上帝会动工，也会从神得来智慧跟灵感，很像阳光照亮那个阴暗的地方一样，因为上帝会照亮我们的前方。很奇妙哈，我们知道很多运动选手，他会忍受很多的训练的苦楚，但是就只为了得到在比赛的时候那一分得胜。那些在健身房，那些在那运动场上一再磨练，可能只为了那个0.01秒的突破。弟兄姐妹，我们都得明白那个受苦艰难，要有强大的心智。这个强大的心智是从祷告而来，是神给你的，因为他会给你智慧去判断，他会照亮你前面的路，让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无望了，或是不可能了。所以，当我们感到心中有苦、烦闷、难过，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要学会俯伏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神会赐下智慧跟感动来给我们。所以，祷告会得着神所赐的安慰跟勇气。神所赐的道，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嘛，再来是说神会赐给我们勇气。当我们绝望、灰心丧胆的时候，
祷告会让我们除去这些烦闷的心，让你心中充满了安慰，让你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所以，我们圣经耶利米书这样说：上帝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又大又难，有神的指示，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是因为你不了解、不清楚，所以你会觉得很茫然嘛。但是神说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我们不断的祷告，藉由祷告谦卑自己的心，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梦想。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总结哈。上帝活出梦想人生的途径捷径，就是让我们成就神的梦想。那我们就是刚刚我们牧师分享的这个路径，这个程序路线，你要学会走在上面，而且按照神所规划的路线来走。第一个，我们用仰望的法则来盼望、感觉、想象，然后借着忍耐和祷告来胜过这个苦难，然后使梦想更加的成熟。最后，梦想的果子在经过这段过程后，你因为成熟了，我们就能够收成。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神给我们更伟大的梦想，更大的祝福。也许你要经历的很多艰难、困苦、挑战、责难，甚至别人的误会，但是因为你愿意用忍耐来面对，你愿意仰赖神的带领，让你又大又难的事，但是你是被指明、被清楚了，然后我们用祷告来成就。所以，请记得，梦想不是一个一蹴而成的事，或是神从天上就掉下来给你，这往往都不是神所预备的祝福跟梦想。因为神是要让你成就的，让你担当更大的责任的。就像圣经耶稣所说的比喻，那领5000的也拿了5000过来。主人说：“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将更大的任务交给你。”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跟神说：“神啊，让我有能力承担你所交托的任务，也是给我那个信心面对苦难的挑战、磨难的挑战，也让我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我知道那个成就在那边，所以你愿意等候，你勇敢等候，而且不怕失败。”愿我们富强人每一位都经历到这种在神面前让神的梦想成为果实，那个美好的收成。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这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也带领我们唱这首歌。